大众请起立。各位贤贤大德，大家好，大家请坐下。好了，上一堂课我们看了很多花一崇德剧团所演出师尊师母当世的一个行仪。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各位贤贤大德结缘分享的就是天命的一个流传它有代代相承的一个道脉可循诚如《含经般若品》第2里面所提到的善知识后代得无法者，将使论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并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奔赴，不得逆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害劫千生，冠佛种性。就是这个天命由代代祖师在清凉期、弘扬期时代都是单传独授的一个时期。那到了白阳期这个时期才大开三朝普渡所以我们也才有这样子一个殊胜因缘来得此正法得此正道，得受名师一子，了脱我们每一位贤贤大德你我的一个生死大事。那也有一些佐证天命交付师尊师母，在山西省大同古庙七佛寺里面的一个寓言碑文里面这样一段诗句：母定三阳度元人，不使西皇降道元。临出太公产圣王，太来天真汉收元。上天老母在老早就已经定下三期这个时期白阳期这个时期大开普渡，要普收有缘的所有的圆胎佛子。那这一个道就是从自古一直源远流传至今。那最后是要由天真来办收缘，天就是我们的天然古佛，真就是我们的素真师母。这里印证师尊师母统领天命办三朝收缘的一个大事。在《龙华经》里面也有这样一段提到：公常出世几人知，度尽万教齐归一。走马点旋10年至，度脱黄胎早出奇。也就是这名师一直点了脱生死大事的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就由师尊一直到后来的一个师母所领受。弥勒真经里面弥勒菩萨在过去是曾转世为副大士和布袋和尚，更于清朝末年转世为第17代祖入中医祖师。那入中医祖师在民国14年2月2号归空之后，弥勒真经就在民国15年的3月3号，由山西省翘首杨春林先生他在山东省济宁府显化见窍，足100天。他在这100天的期间，翘首不吃不喝翘首是不吃不喝100天。那戒完窍100天之后，翘首也就归空翘首就归空。那这里面就写下弥勒真经在这100天当中写下弥勒真经。那在这过程当中，翘首更曾经双手同写梅花篆字：风吹竹叶龙舞爪，雨打荷花凤点头。弥勒真经里面这里面借由翘首这样子一个显化借由翘首的一个显化流传下来到现在。
它里面谈到的就是有一段天真收圆挂圣号，那天讲的就是天然师尊，真讲的一样是素真师母，就是师尊师母统领的一个天命，做一个佐证。那在黄河决堤碑文里面，这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所发现在黄河堤岸边所发现的一个碑文，里面的一个记载是这样子的：公藏命运领天命，口传心印弘真道。云集36中秋夜，人虽圆寂道犹存。仔细太阴即承接，地人利己天命丹。母开慧明皆金线，丝毫不错天然盘。也就是日落星，日落的时候是月来承接，日落的时候月来承接。师尊是日金子，师母是月金子，在日落的时候是由月来承接，日月换接，一直到民国64年，师母才在台湾归空归天交子。那这个天命系统就这样脉脉相传。那日落星月坠的时候，就是由各祖先的老前人承接起这样子一个天命，然后由点传师协助各处的一个暗道开化。那我们在各位前人点传师的领导之下，我们各自承接自己的一个天命系统，我们自己要信受坚持，不要受到外面来的一个引诱或诡言霸语，就动摇了我们一个道念。这是我们修道子最重要的，这样最小心谨慎的。那师尊师母天命的一个印证，更可以从民国19年一直到现在几个年头。民国19年到现在几个年头？76个年头，短短不到100年，我们可以翻开历史。以往的宗教在传道，不到100年的历史，能够像现在一贯天道普传万国9州的一个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它这里印证天命的一个真实性，道真理真，天命真，不是我们人在办，而是天人合一，共办这一场三朝的大事。天人合一，共办这一场三朝的一个大事。当然，很多人会怀疑，不相信。但是到魂归地府的时候，才来唉声叹气。原来大开普度是真。一些人我们在度化他、度他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相信，一直要到自己要去承受的时候，才来唉声叹气。其实每一位原来佛子都有归根的一个机会，只是在当下如果没有把握、没有把持，丧失了这样一个机会，时间过去了，机会过去了，不知道要等几百年，不知道等几百年。那这里有一段地藏古佛爱领南海大海啸当时上升的一个亡魂灵坛的一个法会里面，和各位先贤大德做分享。请坐茶。
王魂啊，王魂。兵古佛劝啊，วิญญาณเอ๋ยวิญญาณพระโปรดฟังพระคติที่ข้าเมตตาเตือนพอพอ世纪โลกีแห่งนี้非是你永恒的故乡，ไม่ใช่เป็นบ้านที่ถาวรของเรา六